歌羅西書第3章，你哋已經同基督共下復活，你哋就天策去追求天堂嘅事，在佢位基督坐在上帝正片嘅寶座上，你哋愛專心天堂嘅事，唔係地上嘅事，因為你哋已經同基督共下死，你哋嘅生命同佢共下扛在上帝嘅地位。基督係你哋嘅真生命，佢顯現嘅事，你哋也愛同佢共下顯現，分享佢嘅榮耀。所以你哋一定愛刺死在你哋身上作怪嘅嗰條屬世嘅慾望，像淫亂、污穢、邪情、色欲、老貪心。貪心係一種嘅拜偶像，因為這條事，上帝嘅發現會臨到嗰條配壓佢嘅人。你哋頭擺也是順這條慾望去生活，本佢哋kend定走，總係這下，你哋愛棄切這一切嘅事，唔好再有不壓、發現、留怨恨，也做唔得講誹謗、留垃圾嘅話，唔好講話了騙來騙去，因為你哋已經脫脫求人留求人嘅習慣，作上新人，這新人係本創造佢嘅上帝，就自家嘅形象見完成，來完全認識上帝。因為咁樣，希臘人和猶太人就無分別，也無分馬嘅、有屬骨力嘅、無屬骨力嘅、野蠻嘅、蠻開化嘅、做奴隸嘅，也係自由人等等。總講，基督就是一切，基督係在大家嘅地位。上帝想你哋，揀選你哋做其聖潔嘅子民，所以你哋愛用憐憫、慈愛、謙卑、溫柔、留忍耐做善來做，有紛爭嘅事，愛彼此包容，互相原諒。做樣板赦免你哋也愛樣板赦免別人。這一切的很以外，還愛作上愛心，因為是全部連結上做完全嘅，就是愛心。基督所屬嘅和平，愛在你哋嘅心內做主，為到使你哋有這個和平，上帝揀選你哋，使你哋合作一體，還有你哋愛心存感謝，你哋愛本基督嘅真道豐豐富富刻在你哋嘅心內，愛用各樣嘅智慧互相交託和獻話，用詩篇、聖詩和屬靈嘅詩歌，對心底發出感謝嘅聲來頌讚上帝。無論做乜嘅、講乜嘅，你哋隆重愛奉主耶穌嘅名，通過佢感謝阿爸上帝。做伴娘嘅，你哋愛順服老公，因為這係基督徒嘅本分。做老公嘅，你哋愛錫伴娘，唔好苦毒佢哋。做子女嘅，你哋愛凡事疼寵也愛，因為這係主所歡喜嘅。做阿爸嘅，唔好축傷你哋嘅子女，免得佢哋背信失志。做奴僕嘅，你哋愛凡事疼寵世間嘅主人，唔係愛做本主人看，來得到佢嘅歡喜。愛因為你哋係敬畏主嘅人，真心真意來做，無論做乜嘅，你哋愛專心去做，像係為主做，唔係為人做。愛弟，你哋會得到主嘅獎賞，就是佢為佢嘅子民所保存嘅。你哋服侍嘅係主基督，做壞事嘅，無論佢係乜人，一定會受報應，因為上帝係用同樣嘅標準來對待每一個人。